3月17號，恒基地產發出公告話，集團創辦人李兆基於3月17號黃昏喺屋企人陪伴下安詳離世，享壽97歲。仲記得2020年嗰陣，92歲嘅李兆基以304億美元嘅身價贏咗李嘉誠，做咗香港首富。而家呢，首富都要化做青煙啦。喺以前嘅回憶入面，好多人對李家嘅印象就係一直生仔，一直追住生。李兆基本人嘅婚史唔算複雜，就只有髮妻劉慧娟。劉慧娟年輕嗰陣都係個靚女嚟嘅，結婚之後佢為李兆基生咗3個女同2個仔。等啲仔女陸續大個咗，劉慧娟喺屋企冇乜事做，就決定去老公嘅公司幫下手。劉慧娟以前做過港姐，佢做港姐嗰陣積累嘅人脈，確實喺李兆基創業初期幫咗佢一啲手。但後尾李兆基嘅生意已經做得好大啦，早就唔係家庭作坊嗰種啦。劉慧娟喺事業上能夠提供嘅幫助真係好有限。不過既然劉慧娟提出話要嚟幫手，四叔李兆基自然唔可以數佢輕啦。於是就幫劉慧娟喺公司安排咗個高管嘅職位，仲係有實權嘅嗰種。咁樣就惹嚟麻煩啦。劉慧娟喺屋企相夫教子嗰陣，佢話一就一，話二就二，係屋企嘅家主嚟嘅。佢將幾個仔女嘅生活同埋功課都管理得井井有條，但係因為佢好固執，仲好嚴厲，幾個仔女都唔太願意埋佢身。去咗公司之後，佢仲將自己呢個話一就一嘅性格帶入到工作入面，仲變本加厲。佢成日都想掌握主導權，成日指指點點自己嘅老公同埋老公嘅下屬。但劉慧娟唔記得咗自己當初係靠知識嫁俾李兆基嘅，而唔係靠經商嘅才華。公司嘅同事同佢相處落嚟，都覺得佢好勝心強，任性又爭權，仲中意亂指揮。就算李兆基同佢意見唔啱，佢都一啲都唔俾老公面，喺下屬面前同老公對住嗌。一輪雞飛狗跳之後，李兆基就想勸劉慧娟返屋企休息，繼續做全職豪門闊太。做全職豪門闊太呢份工，好多女明星都求之不得嘅，但喺劉慧娟眼入面，呢卻係一種羞辱。劉慧娟覺得自己好旺李兆基嘅，2個人結婚之後，李兆基嘅生意越嚟越好。一路走嚟，自己就算冇功勞都有苦勞啊。但反過嚟，李兆基就唔願意聽自己指揮。喺劉慧娟眼入面，李兆基甚至仲幫住外人同自己作對。好強又驕傲嘅佢，憤然提出離婚。李兆基好無奈啦，就發動仔女同埋親戚輪住去勸劉慧娟，但劉慧娟去意已決。1985年，李兆基最終都係要面對同劉慧娟離婚嘅結局。之後，劉慧娟自己一個人去咗加拿大，低調生活，好少出面。再之後，李兆基就冇再娶啦。唔娶嘅原因唔係話佢幾多痴情，純粹係佢考慮到將來分家嘅問題，想避免家庭複雜化，所以就唔再去搞啲紅顏知己，而係專心培養仔女，培養新一代嘅繼承者。佢2個仔李家傑同李嘉誠就背住李家光宗耀祖嘅責任。一直喺情路上備受矚目嘅係佢個細仔李嘉誠，早幾年有唔少緋聞女友，不過最終娶翻屋企嘅係模特兒徐子淇。徐子淇之前更引人關注嘅戀情係2000年左右同洪金寶個仔洪天明拍拖，呢段戀情都幾高調嘅，成日分分合合。不過最尾徐媽媽唔同意，2個人都係分手咗。到咗2004年，有媒體發現徐子淇同李嘉誠喺海邊拖住手行，2個人嘅戀情公布之後，感情都算穩定，2年之後就擺酒結婚啦。呢個婚禮都好奢華嘅，轟動成個香港。當時嘅媒體話李兆基係香港巴菲特，用7億迎新抱，淨係開門利是就俾咗100萬，所以徐子淇就有咗千億媳婦嘅稱號。但就喺婚禮當日，李兆基接受訪問，直接話希望快啲抱孫，仲話希望新抱可以生夠一支足球隊。喺呢種催生之下，徐子淇結婚之後就退出娛樂圈，好快就生咗個女叫李希彤。雖然係女仔，但李家迎嚟第1個孫女都好重視嘅，淨係百日宴就花咗差唔多500萬港幣，仲請埋各界名流一齊嚟慶祝。2年之後，徐子淇又生咗個女叫希兒。李兆基嘅心思好明顯啦，佢都直接話
希望希同希兒可以帶嚟2、3個細佬。喺呢種催生之下，徐子淇都話自己要繼續努力，希望可以俾2個女添個細佬。為咗呢件事，仲周圍揾生仔秘方，養好身體準備拼住生仔。但點知個大仔李家傑突然宣布自己有咗3胞胎男仔。同細佬比起嚟，李家傑多年嚟一直好低調。李家傑嘅初戀女友係佢讀書嗰陣嘅同學，2個人都係對方嘅初戀。雖然個女仔唔係嚟自大富大貴嘅家庭，但2個人志趣相投，個女仔對佢又好。但當李家傑將我有女朋友啦呢個好消息話俾老豆李兆基知嘅時候，老豆卻冇咩表示。原來李兆基好信風水嘅，佢偷偷地攞咗個女仔嘅八字，請大師去幫手計算。李兆基對於仔女嘅結婚對象都算幾通融嘅，佢冇要求2個仔去搞商業聯姻，但有一樣嘢係一定要達到標準嘅，女方一定要旺夫。李兆基覺得徐子淇就係旺夫嘅體質，有大富大貴之相，所以佢好滿意呢個新抱，仲成日讚佢旺夫，鼓勵佢多生幾個仔女。不過好可惜嘅係，經過大師嘅計算，李兆基發現李家傑同初戀嘅八字唔夾，將來個仔好有可能會俾個女仔壓住，仲唔利於家族事業。於是李兆基就揾到個女仔嘅父母，俾咗一大筆錢佢哋，叫佢哋送個女出國讀書，遠離自己個仔。就咁樣，李家傑被分手啦。雖然分手係個女友主動提出嘅，但都令到佢好傷心。初戀失敗喺李家傑心入面留下咗好大嘅傷痛，好難抹去。後尾得啲傳聞話佢早幾年同香港小姐李美鳳拍拖過，但之後就冇咩感情新聞傳出嚟啦，一直保持單身冇結婚。隨住年齡增長，冇仔冇女嘅唔好處就顯現出嚟啦。論能力，李家傑比李嘉誠強，但苦於冇後代，李兆基唔敢貿然將企業交俾佢。當李兆基陸續將自己手入面嘅權力下放俾李嘉誠嗰陣，李家傑終於急啦。2010年10月26號，李家傑高調宣布自己已經達到老豆嘅心願，已經生咗男仔，仲一嚟就3個。外界自然就紛紛猜測，但李家從嚟都唔講呢3個細路仔點嚟嘅。李兆基淨係好開心咁親自俾3個孫仔改名做志信、志仁、志勇，仲專程坐商務專機去美國接孫仔返香港，俾恒基直屬員工大派利是，每人1萬蚊，合共3300萬，取生生不息嘅意思。呢3胞胎到底點嚟嘅？坊間都紛紛猜測，但李家從嚟唔對外解釋，件事就咁不了了之。而另一邊嘅徐子淇搞咗好耐，終於有咗第3胎。當時李兆基仲話，如果係孫女嘅話，會好失望。好彩喺2011年，徐子淇終於生咗李嘉誠個大仔，叫李俊熙。李兆基唔知幾開心啦，花咗1500萬利是派俾員工。生咗仔之後嘅徐子淇再接再厲，2015年生咗第4胎，叫李健熙。呢次又抱到男孫嘅李兆基，開心得花10幾億買地皮起別墅，俾孫仔起新屋。從呢個時候開始，徐子淇喺李家嘅生仔機器之路終於完結啦。佢宣布封土，唔再生啦。有咗孫輩之後，2019年91歲嘅李兆基終於宣布退休，集團嘅事務就交俾2兄弟一齊打理。具體嘅工作內容都一早分配好啦。大仔李家傑主管內地業務，細仔李嘉誠主管香港業務。2兄弟份工好多年啦，佢哋話外界唔使擔心。退休之後嘅李兆基仲保留咗公司執行董事嘅職位，重要嘅是佢仲有決策權。不過有咗孫輩嘅李兆基，好多時間都喺度陪細路仔玩，享受天倫之樂。回顧李兆基嘅成長經歷，佢唔係草根出身，而係出世喺金鋪世家，老豆開金鋪同銀號，做黃金同外匯買賣呢啲生意。李兆基係屋企第4個仔，不過大佬同老二出世唔耐就過身咗。佢個3哥就變成長子，佢自己後尾就有咗四叔呢個愛好。細個嗰陣家境富裕嘅李兆基，細個可以接受私塾教育，一邊跟住老豆學做生意，12歲就可以做掌櫃，15歲嘅時候已經可以運營好2間鋪頭，拎住老豆俾嘅1000蚊去香港創業。到咗20歲嗰陣，已經喺香港有20-30間金銀鋪啦，俾外界譽為商業奇才出少年。
到咗20歲，佢覺得樓盤地產好有投資空間，於是就開始創辦地產企業，買地投資，最終建立起自己嘅地產王國。佢做投資嗰陣，仲好中意主攻面積細啲嘅單位，因為佢希望更多香港人可以買得起自己嘅單位，有家嘅感覺。由此可見，無論係細個嘅經歷，定係大個之後喺商界拼搏嘅經歷，佢嘅一生傳統又保守，同時又唔會忘記要高瞻遠矚。喺多仔嘅金鋪世家中大，帶住祖輩嘅期望，佢都希望自己嘅事業可以繼續牢牢掌握喺自家人手入面。所以喺同老婆離婚之後，佢考慮到將來家族可能會複雜化嘅問題，竟然就決定唔再娶老婆，而係轉去催生新抱，仲一早安排好兩兄弟分工合作。到咗91歲安排好晒所有嘅規劃之後，先至選擇退休。事實證明喺佢嘅部署之下，兩兄弟接班都算好和諧，集團嘅事業都繼續穩步發展。或者係見到家族喺自己嘅打造之下變成咗自己想要嘅樣子，喺人生最後呢幾年，四叔終於都可以安心享受退休生活啦。喺恒基地產嘅聲明入面，佢係安詳離世，身邊有屋企人陪伴，黃昏嗰陣離世，夜晚即刻公布消息，冇隱瞞，好明顯屋企人一早已經接受咗呢一日嘅到嚟。諗起喺另一個世界入面，四叔都唔使再掛住點樣拼搏奮鬥啦。就唔知深似海嘅豪門入面，將來會唔會有咩波濤洶湧呢？